还一点。啥子说你？我。这不我讲了你当吧，你在我去在，可以。这等叫什么？有可以活动。你加油！你们几个不要动啊！你们不要比，我们就辛苦的很嘛。我要干也没动了，洗手干也没动。你给我跳吗？我皮死了嘞！我皮死了嘞！小热灯，道孚县社会福利院院长，曾因义务赡养孤寡老人陈远达19年，被聘为四川省孝善模范、四川好人、中国好人。这个老人呢，我那么也身体不正常，这个也身体不正常，这也很。这个前2天把腿掰烂了，这个的腿掰烂了。这个老年性也是已经瘫痪了，现在强迫我们管药。曹把子，俺我说，啊，这个俺走半山着，啊，你说，跟你说的是你动不得，现在不能动了，哦，你就高高兴兴的做，听到了不？哦，舒舒服服的做，那么就说的是，需要啥子你我了说，这就你那个腿了。要不要热水给热敷要的？我喊妇联系喊过来，热水给你洗下，热敷下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小热灯已年过半百，常年的劳累造成了腰肌疼痛和手臂关节损坏，要照顾好福利院里的50多位老人，他有些力不从心。每年过来那个草把子的了，那个板凳的那个的热敷下要，我又给他热敷下那种事了，又不一点不方便的哈，你每天过来帮这样嘛？他这个就不好缠的呀。还是有。他兄弟白。我。对。根嘎是小热灯的女儿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他成了福利院里的义务志愿者，经常来福利院帮忙。撒几样这个月了，那我走，好不好？欢迎。不要这个，又不要怕脏，不要怕累，开开心心、小眉小眼的做抚养他们晓得不？老人抚养的时候，年纪跨起，可没看他心都不舒服，晓得不？抚养他时候也开开心心的、高高兴兴的抚养了，那他应该是心里要舒服一点，晓得不？你们俩吃饭了不？我们在吃上来哎了。呀，这还对。我这刚才来了个新的，说了不是？我这下他然后剪个头发出去。哎呀。药买了不？药吃了不？药。哎呀，药好好的吃嘛呀。哎，走，你俩吃了不？喝茶。茶喝了。对了。点点渴了就找你。但是你不要吃油嘛，多吃点素的那些的，蔬菜那些多吃点。现在其他啥子没得的话，没痛的话就安逸。是的，对。小毛病都不断的，大毛病嘛。自从担任福利院院长以来，小热灯的所有亲朋好友都成了福利院的志愿者，尤其是女儿和女婿，休息时间都在福利院帮忙。
走完了给。下班了。嗯。哎呦。你那个干嘛了？好好吃。哦，你做嘛？那我就不管了。别人地老员工作特别的忙，回家里有个女娃些吃这些全部做了，我现在担心不要嘛。因为我那个老人家的工作呢特别的繁杂，等我们儿子就过来给老人家帮忙。再一个每天早上早早的起来烧茶做事情。下班。他从小就出过苦的，他也会做事情。抚养老人，他也以前阿姨养的时候，他也养过嘛。我们就他也会做，特别这样。我也现在最开心的家里面对我的工作上支持。每天好辛苦，好累哦。这得晚晚再回家，就有的时候晚上也不回家，住在那里。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做啥子，然后就为对老人好点，然后就帮他们当成自己的阿姨阿婆样子的，然后就对反正能所能及的地方就要给他做点事情，就是那的。趁着冬日前的暖阳，小热灯要带老人们洗温泉。便帮奶奶最近腿脚不便，再加上神志有些失常，这可让小热灯犯难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明白。我你啦谁的才就是讲过，你有人子哦。你要按照是经过。你也来。你我都做嘛呀？你来的咋子呢？你我都做。后天去哦，后天谁的？对去。俺你，你让多半都是亏是在呢。好，你乖乖的做，听到了不？姐姐姥姥做我，你自己的妈妈样子做，漂亮一点，我给你化妆好吗？没得了，这些个。哎呀，你看我干嘛做了这个啥？人我在这儿就是个啥。我希望他们开开心心的活到能够这个样子几年活下去，跟着我开开心心做的话了，我真的安安心心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对待的，叫他们开开心心的做，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的给他们就是怕他们生病似的。菜地就干下日子给你扫描面这个，还叫你干有日子让你着，今儿叫我们全部慢慢的上去就对了，是吧？我累了怕啥子？你们幸福就对了，我累不要嘛，俺说。后天就明天就我们准备嘛，买东西肉先买，水果先买，你说啦？你们能够起来了，我要希望你们去你们洗个澡了呢，就要冬天了嘛，冬天来了，你们洗个澡就舒服，好不？在冬天你们洗不下了的，我们家顺便耍个靶子，买一点东西，好好的耍哈。有嘛娘的拿过来了哈呀？我们明天去牛肉汤的这个拿了。这牛肉汤的这个拿两个。这个2个就够了。煮了好。
煮了一锅就把汤又去了，又煮一锅汤去这边，喝的汤不够。这点了也不。嗯呀，房子买了。房子买了。买了。你们请几个给我们给了，还有盘子小盘子，这个3个4个煮。 3个4个走嘛你们。咱这个样子有这个的了，这个2个了，现在叫我们抓嘛，这样子。哦，这个2个的他们再不要2个。过去什么？我们几个拿过去。他们拿出去嘛。 30、40、50个够吧？哦。够了。啊，咱再扩一个，那个加菜2个咱嘛，55个了嘛。我们明天早上买嘛。就管要不我们就那个后天我们杀把子，组长起来就每个老年去通知下他们，把自己的洗澡的工具、换的衣服，好吧？你们就负责组长去每个老人去了好好的说。 他把里面的去换下来的他的新娘帕，哦，他的香皂那些帮他好好的同时还穿下，哦。第二个问题，妇女安息了，做好准备之后，我们就老年去吃的去。我来准备就车子嘛，车子准备在我家，我把我们的女子跟着儿子引起来嘛，不然的话大家都配合，不是我们帐篷去打药的，我们不喊的哈哦。我就准备了些，我们分工嘛，每个人都好好的分工，就开开心心的一天耍。 이제 대놓을 것 같아. 대놓을 거. “带老人们去洗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小热灯找来了所有亲朋好友帮忙。女婿扎西为此还专门请了2天假，全程为老人们服务。你们的屋头快点东西就都拿过来。来一个买个小葫芦。门都打开嘛。这个蓝师傅，这个是打开嘛？我也行，你先这个那边我过去了，知道？咋了？你这把过来。那边我过去，那边这你还看闹热了，那边去。全部过来。老弟要上去，来往上讲，不按你这个，不按你这个。哦，不按你啊，上去他都给了，进去不给。你来。我来。你来。回头进去啊，回头。还有一个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这个的或者3个人，他这个3个人了吧？啊，对，咱进去。那我们哎，过来去，这小伙子后头进去啊。呀。进去。哎呀，啥子钱你这个在嘛？小弟，你这个打这个都打开了？没有。啊，够了，有的够了。我也你那个都走。好嘛，这个直接。那么就在这个都过来。都可以下头。还有蓝网有的不？我给你。我不是这个。摩托啊？我等着。对。还有一个蓝网一个找，其他人去了去了。给进来等等就。俺都赶紧进去。你得噻。啊，马上还有一个。这个得进来的。对，还有一个蓝网了。这店也蛮光着。刚才那个人说，你看这个玩意儿叫个汤。好嘛，我们早都回来。啊。要么这里，你拿个家呀，拿家跟等，我们娃娃喊下来好吗？你那边到没有这家？哦呀，这个没了，跟我们家你看着我这个，这个我把这上去。
上次我们来的时候，就是老汉儿一个人把那个喷搓阿姨背下去了，然后，这几年的话，肯定老人岁数越来越大了，然后我们老汉儿也在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越来越老，就现在今天没搞定，然后我们俩一起扶下去的。哎呀，我走过来，我叫了。那个是。哎呀，我眼睛去。啊不，俺那些，我们那些，哎，也求个吧。俺这是我那什么，呀，进去。我天哪，那俺们。啊，对了。你看，跟妈妈的草踩过去。哦，你都是这样的。先这个过来，哎，哦呀，这个是走。冬天，但是你们洗一洗不下来是，今天舒舒服服的洗嘛。哎，不容易啊。我就买了个啥？他今天这不洗的。你们这个就慢慢的、好好的洗啊，先好好的泡，泡了以后再就炒就干出来了。我叫上几个的老头子几个的洗哈，但是马上冬天来了是的啊，那你们就干干净净洗，回去就好好的屋头刷了，不要烫不要冰的，辛苦的很嘛。一盘泡年娃一盘那有的大，你们样子辛苦就没得嘛。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新的货，安安心心做，只要你们没痛了就辛苦的很。高高兴兴的泡，泡完了慢慢的起来，我们上去给你们烧茶，好不？哦呀，你们就慢慢的来。才到了那个，到这个，他不走，他不下去嘛，他们俩喝的去嘛。来吧，来。哎呀，就这样子。活动过后，小热灯要带着老人们共同度过漫长的冬天。他祈祷着所有的老人能够像今天这样，幸福健康地迎接下一个春天。今天，福利院又迎来了一位新成员。小热灯要尽快让老人适应新的环境。你反正是带儿女们带嘛，
就一个过老人个嘛。你来了以后，我特别的欢迎你啊！我们本来就奉养老人的似的，不管你老人也好看也好，不好看也好，这老也好，不老也好啊，哪怕你瞎子也好，残废也好，我们都喜欢。哦，反正是哦，你这个人难看了，这个老的很，我们这种想法没得。头发剪的第一个问题，你睡觉擦子都舒服的很。你每天早上起来自己脸得洗下子去，把这个头发都抹下就可以了，晓得不？你本来年龄那么大的，你那么大年龄没撵好撵子更给了，你这个又梳头发又这样子说，自己又不卫生，又你自己要累，天气热了又不舒服，晓得不？我这金老爷你在了吗？我给你头发剪了帽子一个给你戴，我给你个帽子，你舒服的很，晓得不？哦，戴一个头发。你头发剪了呢？你头发剪了对我啥子好处没得？对你安逸的很了的。你头发剪了你舒服嘛？你走红路不要了嘛？你娃些嘛每天早上梳个头，你娃头发剪了就不好了，男娃他们不得剪，晓得不？一个问题，二个问题，我进来呀，任何人进来了，我的规矩就是老年小必须要干干净净的做，有这些都管自己听了你舒服。听懂了不？懂。哦呀，就可以。帽子拿过来给他，新赞赞的。踩过来。我你看哪里不好嘛？这个对是的，这个帽子。哦呀，巴巴适的是的。哦。四季更替，时光轮转，有的老人走了，又有新的老人进来。福利院是很多孤寡老人生命的最后一站，而小热灯是最后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亲人。